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尖沙咀，我今日會介紹兩間唔同特色嘅法式下午茶。第一間位於 The One 嘅6樓享萬注意。咁我想 OpenRice 就原價200幾蚊，而家唔使200蚊就可以試到佢哋嘅3層法式下午茶。一齊睇下有咩食啊！一上到去3點幾，人流唔算多，可能因為平日。都唔錯啊，靜靜地可以一路欣賞美景，一路食法式下午茶。一坐低冇幾耐，個侍應就拎咗個茶架嚟啦。分別有3層，第一同第二層分別有鹹嘅點心同小食，第3層就有焦糖燉蛋同埋一啲甜嘅蛋糕。哇，睇落去呢個賣相都幾靚喎！佢底下配咗餅乾同青瓜，而上面就鋪咗飛魚子蟹肉沙律，食起嚟口感鬆脆鮮甜。第二款又係好食嘅，就叫做北海道珍寶大字配俄羅斯魚子醬。咦？點解啲魚子醬得咁少嘅？唔緊要，陣間去第二間同大家食多啲可以。咁佢個大字係爽同埋鮮甜。焦糖燉蛋賣相都唔錯喎，唔食住，陣間先食。下午茶餐仲可以揀蘋果汁或者橙汁，任君選擇。大家睇到畫面呢一款就叫做法國鴨肝醬，咁佢配有啲鬆餅，仲有啲襟薄係面，賣相都幾靚喎。如果中意食鴨肝醬嘅朋友就可以試下啦。大家睇到畫面呢一款就叫做風乾火腿配多士，食落去鬆脆唔錯。同大家試完鹹嘅小食，而家睇下甜嘅蛋糕仔，哇，都有幾款揀喎。我就係最中意朱古力㗎啦。第一款朱古力蛋糕一共分為3層，面頭鋪咗朱古力粒。第二款就分為2層，面頭就有啲紅莓醬，酸酸味味，幾好味。啱啱介紹完商場嘅下午茶架，而家同大家睇下酒店嘅下午茶架有乜分別呢？呢一間位於尖沙咀九龍站 W 酒店6樓嘅 Wolf Bar， 咁同樣地，我哋喺上網 OpenRice 就買到佢哋嘅下午茶架。咁佢而家做緊優惠，大概500蚊到就可以試到啦。咁我哋搭 lift 上6樓。同樣地，佢哋嘅法式下午茶一共分為3層。總共有12件甜品，睇落去賣相都幾靚喎。佢哋嘅鬆餅仲有草莓醬同埋忌廉芝士，可以搽嚟食。因為我哋聖誕嚟食，所以佢每款都有啲聖誕裝飾，賣相一啲都唔輸蝕，好吸引。下午茶仲包咗1盒魚子醬，其實呢一個我哋就最想試下嘅。咁側邊就有啲 pancake 同埋有啲葱可以配搭嚟食，仲有忌廉芝士醬，未食都冇得輸啊！500蚊仲包1盒魚子醬，仲有3層法式茶架，仲有2杯飲品，另外仲有2杯香檳，我就覺得性價比唔錯啦。唔知大家點樣睇呢？佢哋啲咖啡幾香濃，唔錯，冇苦澀味。如果唔中意飲咖啡，我哋可以揀橙汁。呢度酒店個樓底都幾高，座位亦都幾闊落。首先等我試下個魚子醬先，咁我會配搭班戟一齊食。佢哋酒店提供呢款魚子醬，容易入口，一啲腥味都唔覺喎。甜品時間開始，第一款我就試咗佢嘅黃莓醬蛋糕，咁酸酸甜甜，食咗會有開胃嘅感覺，可以試埋其他嘅蛋糕。而另外一款裝飾得都幾靚嘅，咁佢面頭鋪咗開心果粒，再配木糠布甸蛋糕。之後我再食咗佢哋嘅榛子撻，榛子撻做得幾好，唔錯，好鬆化。中間仲加咗粒栗子，面頭仲有啲襟薄做裝飾。佢哋除咗喺梳化位側邊，仲有酒吧區，
跟住我再試埋佢嘅雜菜沙律蛋卷。如果中意食酸酸味味嘅雜菜沙律，咁你哋就啱啦。約埋3、5知己一路食住下午茶，仲可以欣賞埋日落。跟住再嚟煙三文魚拿破崙，口感鬆脆好味。跟住再試埋睇落去高貴大方嘅絲絨蛋糕，口感鬆軟好味。基本上佢度啲甜品我樣樣都幾中意食。整體嚟講，我比較中意 W 酒店一個法式下午茶，500蚊一個法式下午茶，仲有一盒魚子醬，另外仲有2杯香檳同埋飲品。今時今日以呢個價錢可以食到酒店嘅水準，感覺都幾好，幾滿意。大家可以留意 OpenRice 佢定期推出唔同嘅優惠。如果大家喜歡呢類型嘅影片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